喺石岐城心地塊買少見少，尤其是係100畝咁嘅地塊，只係規劃咗1.5嘅低密度用途。特別係依家所在嘅呢一個地段3區交界，佢已經係可以涵蓋咗喺一個熱鬧嘅城區入邊，俾到你足夠闊嘅一個樓間距，以及足夠新嘅一個樓盤。如果你都喺度揾緊呢一種喺成熟片區嘅新規宅，不妨跟住鏡頭一齊去睇下。48,000平個園林真係夠晒誇張，坐擁咗有5大嘅主題公園，其實更適合翻依家所謂新規宅嘅打造。咁喺呢48,000平方入邊呢，你可以享受到嘅係有童趣樂園啦，同埋萌寵樂園啦，包括我哋嘅一個藝術公園，以及我哋嘅一個養蘊公園。聽起身啊，就已經係夠晒把炮。特別係重金移植咗百年黃花梨呢種木材，打造咗宋式3進禮序，營造咗更加多嘅一個步儀景異嘅歸家儀式感。奇關悅來嘅產品呢，依家剩低嘅基本都係大戶型為主啦。咁如果你睇過148平方，係因為考慮緊佢嘅改造性仲未達到你嘅要求話呢，今次加推呢一個3棟嘅151平方，應該會入到你嘅法眼。咁我哋會重點同大家講講佢喺邊啲地方做咗升級嘅。有時候真係諗唔到啊，個個開發商都恨不得喺一個小區入邊咧，建多幾棟樓，賣多啲錢。呢個發展商啊，就直接捨棄咗住宅，建咗更多嘅商業同埋綠道去俾翻呢一度嘅一個住戶。佢喺3期嘅位置咧，會融入翻咗一大堆嘅一啲商業，咁可以滿足到後期住喺呢邊嘅一啲用戶咧，起到咗一個圈層嘅社交作用。建造一個低密度嘅一個住宅嘅同時，又起到高品質嘅一啲產品出嚟，幫緊你篩選緊一啲實力同頻嘅鄰居。咁我哋入翻到1樓嘅呢一個位置啦，佢係2梯2房咧，中間係2部 lift 嘅。咁我哋直接可以通過 lift 度咧上翻到我哋嘅一個自己單獨嘅一個入戶花園嘅。咁呢一個咧係佢嘅一個創意樣板間啦，再改造得非常之漂亮噶啦。咁望翻下呢一個陽台係駁咗佢噶啦。咁佢通翻我哋嘅一個客廳同埋佢嘅陽台打造成嘅咧，就係一個禪意式嘅一個庭院咁嘅，做咗一啲榻榻米啦。然之後咧，又連通翻我哋嘅一個次臥啦，即係使用空間會更加好嘅。咁如果係換轉後續151個平方咧，會有咩區別咧？咁依家同大家去講翻下，可以喐嘅呢個牆究竟係有邊度？首先呢一棟牆係可以將佢駁咗佢嘅，亦即係佢嘅陽台有9米，咁你個客廳咧駁咗呢一間房嘅牆之後咧，亦都可以做成9米嘅。咁佢從佢嘅陽台位，再延伸翻我哋到廚房嘅呢一個位置，足足有8米半嘅一個距離，亦即係你可以使用到嘅咧係有70個平方嘅呢一個大空間嘅，實用率就可以去到180平方，就係咁樣嚟噶啦。咁以後你只需要去思考翻，我需要幾個房？需要3房定係4房？如果3房夠用嘅話咧，呢一個做翻樣板間咁樣開放式嘅設計，保留翻功能區嘅同時，又可以有翻3間房，而且3間房入邊咧係有2間可以做到套間，而且保留到有3個衛生間嘅。除咗主人房嘅套間之外咧，佢喺我哋嘅一個客廳後面呢個位置，亦都係一個套間嚟嘅。所以呢一個戶型咧，亦都係賣得現階段嚟計最快嘅。我相信3棟151平方出咗之後咧，應該都會賣得非常之好嘅。咁具體呢個戶型圖咧，我可以單獨發翻俾到你哋嘅。咁最後睇翻埋佢嘅主人房同埋另外一間房啦。呢一邊咧就啱先講到3個衛生間入邊，佢呢個公共衛生間係做咗分區，空間都係非常之大嘅。咁呢一間咧係作為翻後期嘅一個兒童房啦，擺翻一啲相應嘅一個衣櫃之後都係夠用嘅。重點係主人房啦，主人房我自己比較中意嘅咧就係佢依家嘅新規宅咧，係做咗一啲比較大嘅一個落地窗嘅一個設計啦。東面、南面、西面佢都可以做翻一個採光，所以佢喺房間入邊咧，即使我係唔開燈咧，佢整個空間嘅一個日照咧都係非常之充足嘅。咁呢一邊咧就係步入式嘅一個衣帽間啦，就感覺可能會細少少嘅。後期睇下揾翻設計師點樣去改造下，應該係滿足到，因為佢空間有翻咁大。咁呢一個空間咧，我相信就真正滿足翻改善家庭噶啦。雙洗手台，再加翻預留咗一個放浴缸嘅位置。咁呢一度咧，佢唔係膠標嚟嘅，
佢只不過話你知我空間有翻咁大，然之後再做翻咗呢一個洗同埋我哋座廁嘅一個分區，呢一種咧其實係做得比好多產品咧都係要細節咗嘅。咁呢個151方嘅全新產品咧，即將會喺未來嘅1個星期咧就會同大家去亮相㗎啦。咁預計3月底咧就可以正式咁樣去進行一個認購同埋選擇。如果感興趣嘅話咧，評論區溝翻151，俾翻個詳細嘅一個情況發翻俾你。咁另外咧，如果你關注106或者係到166方呢種4房或者5房嘅產品，亦都可以約翻我嚟實地睇房。我係中山本地博主 Terry，一個專注翻中山好房子嘅博主。我哋下期見。